中國人舞龍嘅傳統，既係神聖儀式，亦係農耕社會嘅文化慶典。喺古時，舞龍最主要係為咗祈求風調雨順、五穀豐登。位於江門西江之上嘅朝連島，四面環水，潮汐相連，係一個自然條件優渥，同時擁有好多獨特傳統文化同歷史建築嘅地方。其中，潮連芝山沙龍係廣東江門極具代表性嘅傳統民間藝術，傳承至今已經超過700年歷史。但對上一次喺本港出現，已經要追溯到1977年。為咗傳承呢份家鄉情懷，香港潮連同鄉會特別喺2026年復辦舞沙龍活動，為呢項家鄉獨有文化寫下新篇章。潮連芝山沙龍唔單止係一項歷史悠久嘅祈福活動，更以精巧手工藝同高難度舞龍技藝聞名。要深入了解呢份文化瑰寶，最好就係重返家鄉，跟住潮連嘅同鄉一齊探古尋源。我哋呢條沙龍入邊呢都有700幾年嘅歷史啦，所以到我哋呢代呢就係16代，而家嘅計嚟就我哋3代啦，19代啦。16代到19代表演沙龍，好似我哋表演沙龍係大沙龍，即係按照我哋傳統嚟計呢，700年嗰條大沙龍呢，就係全長就57米，就24節，主要就係龍珠、龍頭、龍身結構，就配套2條鯉魚。個龍頭呢，就按照傳統嚟呢，就係紗布同竹篾透光嘅紗。呢啲呢就係裝飾嘅嘴同埋個腮啦，呢度就係我哋嘅龍頭主要裝飾，就係呢幾種紗布同紗紙嘅問題。龍身呢主要紗布同埋嗰個龍鱗貼起嚟，同埋我哋嘅龍脊，呢就係龍脊，仲有個龍腸，同我哋配套嘅龍腸啦。呢個就係我哋龍身嘅配套。呢個直徑呢，我哋攞咗500 mm， 就係大龍嘅，就全長呢。個每節龍箱有1米，就1.5米高。呢個就係我哋龍箱入邊呢，就有4條繩，就一節一節連起嚟，有分即係硬節同軟節。潮連芝山沙龍嘅獨特性，主要體現喺輕盈通透嘅紗質龍身、驚險流暢嘅夜間燭光表演，同高難度嘅武術舞姿上，亦係佢同普通暴龍、火龍最大嘅不同之處。呢個就係我哋龍箱嘅設計啦，就4條蠟燭，就有幾個燭座安起嚟點着，以後呢成條龍就夠光噶啦。所以我哋晚黑呢表演係好靚嘅，將我哋嘅非遺傳統。你話點解人哋要點個咩電燈啊嗰啲，就唔係非遺嘅嘢，就係我哋主要傳統就點蠟燭。潮連人愛好舞龍，相傳係由南宋時期芝山先祖陳所雍所創。據傳陳所雍朝思暮想，欲見真龍，潛心鑽研水墨龍圖。有一日，佢發現天際出現一條騰雲駕霧、氣勢威武嘅真龍，於是執筆描摹，用水墨繪畫出一龍飛於左、一龍躍於右、一龍昂首七目等不同形態嘅4幅水墨龍圖。呢組作品被後世稱為雲龍4幅，亦成為咗沙龍表演嘅最早雛形。我哋潮連同鄉會條沙龍呢，其實就喺1953年呢，英女王登基嗰陣時呢，就曾經就落過嚟香港呢邊舞過第一次。咁之後再去到翻1977年呢，就英女王25週年登基呢，我哋潮連同鄉會收到當時香港政府呢，就邀請我哋就參加個巡遊嘅。咁所以我哋喺1977年呢，咁我哋正式係用翻我哋潮連同鄉會沙龍，咁啊作一個表演嘅。咁呢條龍其實喺我哋1953年之前呢，就已經係有成差唔多100年歷史㗎啦。咁同金龍係有一般唔一樣，同埋呢，其實我哋本身而家呢個花式呢，其實就好多變化。咁所以當時候我哋喺1977年之後，其實就將條龍就帶翻落嚟潮連，
咁因為當時奈何，因為我哋喺香港方面咧就要好大人力物力，所以咧當時候我哋冇沙龍嗰班主力咧，就將條龍再帶翻嚟我哋潮連鄉下，再教翻晒我哋潮連嘅子弟。呢條沙龍咧，我哋希望再去帶翻落嚟香港呢邊，就希望能夠喺香港再發揚光大嘅。芝山沙龍同港澳兩地一向有深厚淵源，為咗令香港同胞都能夠親到沙龍魅力，香港潮連同鄉會喺2026年5月應丙午年屯門區恭祝天后寶誕委員會邀請，表演沙龍技藝，聯同屯門新慶村及潮連芝山沙龍隊通力合作，將呢項國家級非遺文化帶返嚟香港，等沙龍風采可以再現香港。今年5月5號舉辦呢個大型嘅天后誕慶典活動，咁所以呢，好榮幸咁樣被邀請到對呢個活動進行表演。咁所以我哋通過咗各方面嘅努力呢，將呢個沙龍文化再現香港，等到我哋啲鄉親知道我哋嘅潮連沙龍一啲歷史嘅文化，希望將呢個潮連沙龍喺我哋香港繼續發揚光大。事隔多年，芝山沙龍終於再次喺香港舞動，睇到家鄉嘅非遺文化重現香港，香港潮連同鄉會嘅一眾會員同理監事都感到非常自豪。嗰時應該係1977年，嗰時10幾歲啊。咁一聽到有舞沙龍咧，就我覺得已經一個好興奮嘅一個事。咁我就跟翻我啲前輩啦，嗰時係我伯父啦，咁啊同我一齊去舞沙龍。咁咧，我記得每個禮拜都有2-3晚去練習嘅。咁一大班人，咁咧大家共同努力。咁咧，我記得由開始嘅時候咧，就係學下咁樣啦。去到最後尾表演之前咧，就嗰條龍係好暢順，令到舞落去咧，全部人都好興奮嘅。咁有一次機會咧，我係翻嚟呢一度潮連，睇到佢哋表演嘅沙龍，真係嘆為觀止，係我一世人未見過嘅。我覺得要將我哋鄉間嘅呢啲歷史咧傳承落去啦，喺出邊希望多啲人認識我哋嘅沙龍咯。今次沙龍成功復辦，不但重現消失多年嘅傳統奇觀，更重要係連接起兩地鄉親嘅深厚情誼。喺呢件事上邊啦，咁其實3方面啦，包括香港潮連同鄉會啦、芝山嘅社區啦，咁同埋新慶村咧，3方面都係好有熱誠去大家好努力一齊去完成呢件事嘅。沙龍本身嗰個材質係會比我哋金龍係輕少少嘅，就輕巧啲。我哋今次舞沙龍咧，因為嘅沙龍係24節嘅，如果龍頭龍尾咧就要5-6個健兒先可以舞到。而家中間咧都係要3-4個打鑼鼓啊，都有10零20個嘅。咁我哋應該就超過120人到啦。因為我哋有舞金龍嘅經驗，咁啊，所以我哋即係經過上過去即係交流學習，咁咧佢同埋借出個沙龍俾我哋去舞咧，咁我哋都掌握到一定嘅技巧喺度㗎啦。咁啊，今晚我哋嘅演出都成功嘅。一條沙龍穿梭700多年歷史，見證住非遺文化喺新時代之下嘅活力，相信呢份家鄉情懷將會隨住閃耀嘅燭光代代相傳，令嶺南文化瑰寶繼續綻放燦爛光芒。